台违法修正案，行政院长杜英泰决定无爱复诉，讲立法院有意见会使倒过。香港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国安法甲煽动，按3条罪名，相当可能判关规4人。澳洲的海沙堡发生枪案，上无16个人死亡。总统讲，管制枪的法规要缩更较严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新闻头起先来看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的反送中运动，8万人上街头反对政府修订逃犯遣送条例。香港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全力支持反送中，涉嫌违反国安法，阁有放大捕，高达关押超过1800天。即阵8一宣判裁定黎智英有2条勾结外国势力罪，1条煽动罪，这3条罪名拢成立。头前2条是国安法的罪行，若煽动罪是一般刑事罪。香港国安法是规定讲，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会当判3年以上10年以下；若罪行重大的，会当判10年以上，或者是无期徒刑。这案每年的1月会宣判刑期。这黎智英今年已经78岁啊，不管轻判啊重判，后末4人可能拢着爱坐监。经过156天的审判，香港西九龙法院15早起10点，针对黎智英涉及2项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安、甲负责煽动刊物的刑事罪作出判决。3个国安法指定的法官裁定3个罪名全部成立，判决书有甲855页。内底讲，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游说国际制裁，煽动市民抗争，用尽心机要互中共倒台。国安法实施了后，也是继续。苹果日报甲伊的印刷公司，还佫有网络公司，这3间公司的罪名嘛同时成立。黎智英知影判决了后，表现了真平静，回头看因兜的人了后，就离开啊。接落来会伫1月12日进行求情，也就是辩方提交减刑意见的量刑听证会，了后会佫找时间宣布刑期。根据国安法，罪行重大者上重会当判无期徒刑。What we do is quite transparent. You can see that the trial for that is not something about the media. It's totally about a collusion activities with other countries, external power to endang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黎智英甲下底一团媒伫2019年大力报道支持反送中的运动。2020年国安法实施了后，黎智英伫8月份被抓去，而且真做头一个因为香港是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安罪名被起诉的人。了后，香港民主运动就渐渐点起，民主派政党甲团体毋是停止运作，就是宣布解散。黎智英捌得到交保，毋过检方控告成功，到达已经被羁押超过1800天。今年已经78岁，捌传出健康的情形愈来愈歹。宣判这一天，黎智英因牵手李运琴、因后生黎顺恩，甲香港退休初期主教陈日君拢有到现场。真侪支持者为前一暗就排队来甲烧天，国际之间嘛真关注这个指标性的案件。希望國家都明白啦，佢已經係一個過去咗嘅過去式嚟嘅。呢個世界唔會再有第二個黎智英啦。咁最成咗，希望無論喺刑期上面都係可以見到國家嘅寬宏啦。台灣陸委會嘛對黎智英去予國安法定罪表達遺憾甲痛心，大力譴責香港政府打壓言論甲新聞自由，政治迫害民主人士，而且呼籲趕緊把黎智英放出來，還香港人基本的自由。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在香港國安法的壓力之下，香港的民主黨表決通過解散，正式停止超過30年的政黨活動。黨主席宣布未組新的政黨，這也代表香港多元政治的時代行入歷史。Today, the Democratic Party held an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at which our members formally voted to dissolve the party and enter liquidation. We are deeply grateful to the citizens who have walked alongside the Democratic Party over the past 30 years. 因为港区国安法的压力，香港上老的民主派政党第14特别大会内面以117票赞成、4票弃权，表决通过解散甲清算，遂停止运作。After weathering 30 years of storms, the Democratic Party has come to the moment when the full stop must be written. Yet we believe that the convictions and perseverance of these 3 decades will leave their mark on Hong Kong's history.
伫香港政坛行过30年，民主党强调会能甲香港人做伙是上大荣幸，不过也是挡袂了时代压力，只好解散。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I can't tell very clearly for sure, but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general is not an easy thing that we can just say just let's keep forward. 民主党不是香港立法会第一大党，几60年来一直伫咧推搡香港特首普选。2019年也积极参加反送中运动，要下中共一直施加压力。除了几多位党员被指控颠覆国家被逮捕判刑，北京高三也办会若无解散，效果嚴重。但係真係越嚟越差咯，好多記者俾人拉咗啦，好多市民都好驚啦，好多走咗，有啲亦都驚住再會被拉。 咪就係咁嘅處境，咁民主黨係咁嘅處境之下要消失。記者問香港嘅民主未來，羅健熙正低調，因為政主消息表示遺憾。民主從來都冇，我哋從來都冇機會去選政府，但係都有啲自由，有啲人身安全，但係而家一路係縮咯，縮到變到咁樣咯。 咁我哋希望唔會即係越縮越多啦，冇更多俾人拉啦，更多人坐監，因為而家好多人坐緊監㗎，包括我哋民主黨啲人。民主黨參考同款是民主派國民黨時期，按算佇1年內完成清算。羅健熙佇會後也講，怎麼暫時無定做甲國際做團體想法。公司新聞林義祖編譯。 來看中國和日本因為台灣的議題關係這樣緊張，中國外交部宣布要制裁咱行政院政務顧問，也就是前日本自衛隊的幕僚長兼家部，要凍結伊佇咧中國的資產，不准伊入境中國。中國這款方式威脅日本人，日本嘛感覺真遺憾。 今年6月，民間單位頭一屆舉辦的台海防衛兵推時，這個企業媒體佇翕的就是前日本自衛隊統合幕僚長嚴基武，伊也是行政院的政務顧問。中國外交部15講，嚴基武因為甲台獨分裂勢力交連，決定對伊實施制裁，包括凍結佇中國境內資產、禁止相關活動，加不准入境中港澳等，即日開始實施。與台獨分裂勢力沆瀣一氣，一再勾連挑釁。 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4個政治文件精神。日媒報道，中國對日本人實施制裁情況正罕見，分析是在中日關係緊張的時陣，北京想要展現對日本加台灣施加壓力。中國側が自らと異なる立場や考え方を威圧するかのような一方的措置を日本國民に対して取ることは遺憾であります。我國身為主權國家。 依據國家發展需求，聘請國際專家與顧問，這是屬於正當且合法的主權行使。中國這陣仔小連線用限制去日本佚佗，暫停日本水產品進口的手段。咱駐日代表李會陽講，其中以日本干貝影響上大。身為第2大買主的台灣，目前當拍拼變第1大買主，協助日本甲損害降到最低。像講進前副總統蕭雨琴都特別去日本黑潮市購買干貝。 另外，英國捌真濟屆拒絕替咱國護照入境的古巴，外交部除了建議國人暫時莫去。農業部上新的統計，今年前11個月，古巴的龍蝦進口額是93.8萬美金，比去年同期的367.6萬美金，落價幅度達到74.5%。進口排名為第4名降到第12名，親像以拒絕買古巴的龍蝦來做反制措施。 任何國際上對於國家以及國民不公平的待遇，我們當然都應該要據理力爭，捍衛尊嚴以及公平的對待。這麼極度不友善的國家，不要說龍蝦了，連蝦米都不應該吃它的了。李偉指出，英國甲咱國斷交，甲中國建交的洪都拉斯，都是因為白蝦出口受阻礙。總統候選人攏提出希望甲台灣復交，支持相關捍衛咱國尊嚴的行動。公視新聞採訪報道。 立法院通過在違法修正案，總統若要公布法案，就要有行政院長的副署，若無法案無法度生效。所以行政院長杜英台宣布無愛副署。杜英台閣講，立法院有意見會使推動倒閣。總統、副總統莅臨會場。總統也強調，15召集議這國際大會，行政院甲考試院政府院長攏來參加。立法院長韓國瑜將期末還是無出現，不過倒頂囥的發言詞王來蘇甲郝柏昂做題，希望傳達朝野團結合作，互國家繁榮興旺。
总统也表示，为了要促进院际之间多多沟通协调，维护国政顺利的推行，针对立法院的财政收支划分法以及公布的各项法案，行政院、考试院以及相关部会都应该是在合宪的基础下进行，确保宪政体制完整。会中罗总统阁一改讲到立法院顶一日通过财委法，甲停止提公告年金的修法。行政院长杜永泰嘛伫会后召开记者会，提出三大原因，正式宣布唔附属财委法，创下宪政的头一个。决定不予附属本次的修法，违反了宪法权力分立的原则，实质侵害行政权。第二，修法的过程违反公开透明与实质讨论的原则，若一旦施行，将对国家的发展造成无可回复的重大危害。所谓附属权，根据宪法第37条，总统依法公布法律的时阵，要经过行政院长附属。即马杜永泰决定唔附属，代表法案无法度生效。相关的做法引起在野的批评。民众党团表示，无排除招民众做伙去街路抗议。当赖清德的独裁成为事实的时候，就是人民发出怒吼、站出来的时候。总统公布的法令，行政院院长不附属，这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啊！他是打脸总统，有没有搞错啊？面对绿营发声，无认同政院会当发动倒戈，国民党团回应讲，袂对咧安尼舞，而且质疑讲，就算倒戈，杜永泰嘛可能无要落台。如果不信任案投票通过，依宪法规定，阁揆一定要下台。那绿党坚持家己的意见，后续朝野的冲突百面会更加激烈。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正甲美国买4台侦察无人机，拜登政府时期讲要阁送咱4台，不过传讲Trump上任了后，唔管送啊，要用买。咱国防部长郭立雄深圳军管计划有变数，不过伊也强调，咱本地买4台无人机未受影响。MQ9 无人机伫天顶侦察，若是有载武器，一个人进行打击任务。国军进前甲美国买4台 MQ9B， 第一批2台安顺马年第3季交机。另外，伫美国拜登政府时期，用总统拨款权买军援台湾4台 MQ9A， 然后团讲川普怎么要甲送变做买？原来要无偿军人这试驾的这个部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涉及到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跟细节。本来要原证叫我们要买这件事情，这个讲法完全不实。美国要送4台 MQ9， 怎么计划有变？专家讲4台加4台怎么减一半，对原本的建立规划恐怕有影响。就要看咱家己制造的敢袂当报起来。我们其他中型机是不是能够替代这种所谓的大型机的任务？我想这个都可以在我们讲互补性上面去做一个调整。无人机伫现代战争真重要，毋但是经济部6年要投资442亿发展国内无人机产业。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讲，要建构无人机国际联盟，包含设立无人机国际学校加国际杯酒联盟。伊讲南方已经变有算，也讲若是台湾伫咧菲律宾发展无人机产业，应该当互补。菲律宾的电子工业其实是蛮进步的。而且他们的软体开发能力有非常充沛的人才，其实这样来进行多边的合作，会是一个 win-win 的 situation。跟菲律宾交流唔那是无人机，外国媒体报道，咱海巡官员顶礼拜访问菲律宾，甲菲律宾的海巡就情报共享、教育训练等合作交换意见。林尚焕认为，台湾甲菲律宾乃是当进一步深化合作，乃当帮助稳定南海局势，对于缓和台海情势也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国内军事采购案，有在野党最近一寡军火标案是安怎有低行装修业者，阁有卖 AI 的公司标着咧。国民党团市议员领导去北检告发国防部，若这两间公司拢强调投标符合规定。到北检告发国防部，国民党同市议员领导质疑，包括来自台南北、后北国际室内装修公司承担国防部5.9亿的诈欺采购案，经营违约成立的台州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标着5.56公里底货标案无下常理。
该招国际公司由律师到难检，提过领导顶人公开发表不实言论，强调公司投标相关程序拢符合规定，有履约的能力，而且符合履约规范。货币公司也强调，得标规定拢会当检验，若是不实指控影响公司的权益，会依法追究。本公司得标前已正式取得美国知名军工大厂 SAE 公司为期10年之台湾独家代理权，相关投标过程合法，程序完备。国防部长郭立雄也正激动地强调，国防部过去20年这种采购案规定拢共款。我们设立一定的资本额，就会让它容易履约吗？我们去计较这个公司的名字，就会让它能够履约吗？交货的品质没有问题，我们就拿得到货，拿得到货，我们才会付款。因应军种未来不对称作战装备的需求的量增加，现有的产能无法满足，我们超前部署，然后来自制以采购来并行。郭立雄讲，采购会有原物料的重点是敢有法度履约，而且厂商投标进前拢爱纳预算金额的3%，得标了也该纳5%做履约保证金。若是无法度交货被解约，会没收履约保证金加停款。央广南亚立委搁在点名，方将地协也标着国防部的标函，姓的政府责任涉及伪造厂商资格投标，也搁被判刑。110年底，他才变更登记。在111年年底，他标到国防部、海军司令部的伺服器及网络资安维护的5项的标案，以打弊之名行阻止国防发展之实让这些厂商觉得困难，让未来没有厂商再敢投入国防产业自主发展。方将公司被指控资本业这个人值班，在过去5年所当标到国防部、立法院加行政单位超过1800万的资讯设备标案。现任4年的负责人讲，甲公司的投资人拢是资管科系出身，有上半场的专业证照，投标资格完全合法，无特权介入。记者综合报道。澳洲出名的观光景点邦大海沙堡，有上千人庆祝犹太社区的公平节，所有一对病仔囝举穿4价单，上无造成16个人死亡，11个人有性命危险。加在有一个穿白衫的查甫人，叫嚣真好，冲出来甲嫌犯揽条条，甲抢抢走，代志才无搁较严重。其实，伫咧澳洲，管制枪的法规算全世界上严格，不过这个嫌犯却会使有6支合法的枪。总统艾班尼斯就讲啊，这法规的限制就要缩搁较严厉。澳洲雪梨真出名的景点邦大海沙堡，常常出现枪声。千外来参加犹太社区公平节的民众是4价夺命，一个穿白衫的查甫人秘伫车后壁，趁机会甲歹徒的枪抢起来，而且歹徒跋倒的时阵，穿白衫的查甫人也枪较紧，毋过无开枪。There were 42 people in New South Wales hospitals overnight, and the victims' age ranges are from as young as 10 to 87. A devastating fact. 现场受伤的人送病院治疗，包括2个甲枪手车拼的警察，还佫有5个人受伤情形较严重，还佫有一个10岁查某囡仔是不幸过往。警方表示，这件枪击的事件的枪手有2个人是爸仔囝，老爸50岁，后生24岁。这个老爸当场去互警方弹死，后生目前还伫咧病院治疗。另外，警方伫咧枪手的车内底发现一个简单型爆炸的装置。初步调查，警方认定是反犹太主义的恐怖攻击。迄若甲歹徒的枪抢起来，这个穿白衫的查甫人嘛当咧病院接受治疗。伊的亲人学老讲，伊是真正英雄。He have 2 shots, one in his arm here and one in his hands. 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去案发的现场献花致意，嘛宣布澳洲下港半期甲往生者致哀。有关犯罪嫌疑人，警方并无讲伊敢是澳洲的公民，敢若讲这个50岁已经过往的枪手，从2015年以来就有6支合法的枪，所以无排除这对爸仔囝是使用这的枪来犯案。这个案件嘛，互澳洲对合法有枪相关的法律出现爱搁较严格管控的讨论。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prospective reform and change in New South Wales has a lasting impact, but it's not the last time I'll be mentioning it, and you can expect action soon. 美国布隆大校才打发生无差别攻击的案件，美国总统川普时代来谴责澳洲这件单纯的反犹太攻击，上时嘛特别向穿白衫的查甫人致意。And that was an anti-Semitic attack, obviously. I just want to pay my respects to everybody, but to Australia and Prime Minister, to everybody that we know so well, we get along with so well, we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这件锋认定是针对犹太社群的攻击。以色列情报机构是锁定德黑兰，认定伊朗就是公平制大屠杀主要的嫌疑国。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咱中美洲的友邦瓜地马拉顶礼拜传出有武装团体攻击军警，造成5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总统宣布有2个城镇要进入紧急状态。Hemos emitido el decreto gubernativo 1-2025 para declarar estado de prevención en los municipios de Nahualá y Santa Catarina, Ixtahuacán, departamento de Solola. 瓜地马拉西南部的索罗拉县居民大部分是玛雅原住民，其中纳瓦拉当地属有基切族，多年来甲纳瓦拉一直有代志。圣卡塔里纳伊斯塔瓦坎起先原来是纳瓦拉的一部分，不过从1998年后独立成做另外一个城镇，双方对土地所有权甲边界划分一直有问题。阿里瓦鲁讲，伫当地怀爸爸的犯罪组织，定定利用族群问题煽动暴力，逼军警退出通掌握实权，方便误导做武器、人口走私甲卖毒这代志。En este caso no hubo ataque entre las comunidades, no se trata de un enfrentamiento entre los miembros de una comunidad contra la otra, se trata de un ataque contra el destacamento militar de manera intencional y específica. 不过，当地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同一天，纳瓦拉当地举行真大的丧礼。顶官员讲，中央政府协助对立的另外一个族群攻击和杀害纳瓦拉的居民。Y de esta manera, los 13 fallecidos que fueron emboscados y fueron torturados ayer. Y de esa manera también todos fueron tiroteados por un helicóptero del ejército. 瓜地马拉因为我金别西高，嘛有我加勒比海甲太平洋，变做卖毒集团真重要的转运站之一。伫拉丁美洲甲美国洛杉矶这个所在做恶做毒的跨国帮派，包括 MS-13、18家等等，拢牵涉经由瓜地马拉伫做走私甲卖毒的行为。不过，这个事件中央甲地方官员讲法差真济，甚至理路未通，真相到底是安怎，也有待查清楚。公司新闻次家人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